也要顾他。你讲我若像遐拜拜吼，你这个性是啊个性哦，我想要个性，我安尼我不如卖。为什么？倒在你的身上，有没有？你看你的这条模做得不好了，你要叫你的兄弟姐妹来求告，有办法吗？没办法。所以你要度他，你平常就要什么？联络感情啊，感情一联络啊，所以兄弟姐妹啊，最重要的之间里面最尊贵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和睦。兄弟姐妹最重要的就是和睦嘛。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和睦？比较少。我们会等一下会谈到啊。那里面你看教里面那个情字有没有？情，你看那个情里面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清。一个正面倒面是心，正面是清。像我们咱水果拿青也下一个没？有没有成熟？没有。那为什么？就代表说我们兄弟姐妹为什么不成熟？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心呐、少了个心嘛，有没有？心一个水果里面切些的别当加，它不成熟。那为什么不成熟？要有心。这个水果没耐心，只会成熟，是不是？它那个已经生下来的果，我们那个主要去把它照顾啊。你哪怕你旁边你生一那个水果会不会大？好不好吃？比较不好吃嘛。你要有心机把它栽培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一样引申到我们的什么？企业里面，如果你有心去联络这个兄弟姐妹，有气，时常在联络，有那个心啊，那就会啊。那我们从亲情，所以什么是什么情是最亲的？就是亲情。那亲情当然不外的是我们父母嘛，对不对？那除了父母之外，谁是我们最亲的？